大家好，咁又到咗今日嘅戲肉時間，iHost 啊，繼續都係。咁就都係嗰句啦，即係會同大家愛係時間，水嘅，係嗰段令大家刻骨銘心嘅時間。你有冇勇氣話俾全世界知，你有幾愛對方？我而家同鐵達時創作新一輯嘅影片，需要你哋上載用時間見證愛嘅片段。你係時候為自己嘅感情執到一次，讓時間說愛。我係古巨基。今日同大家都係吹一吹水，傾下偈啦，因為都係冇咩，其實都即係都叫唔算多咯，講嘅嘢即係，但係實際上做嘅就真係冇咩可以做下。咁樣其實就係、尋日我哋講到就係話要試下啲騎師嘅跑法，睇下得唔得。咁由我走咗之後就發覺，即係我收咗台啦，咁樣尋日收咗台。不過失驚無神爆 Q 咗，即係閒話一句。失驚無神就爆場G1 出嚟嘅香港金杯，我真係啞撚咗啊！真係嗰場真係。唔係，其實啲人就真係想睇下我點玩 G1 嘅，即係睇 G1 點仆街嘅。但係睇下變咗睇唔到 G1 就睇其他賽事，就睇到我仆街啦。不過真係幾好驚嚇嘅一個賽果啦，因為同埋始終都係賽事都係佢哋編死咗咯，即係嚟緊個更新我都要講一講佢。其實佢改咗幾個賽季嘅賽事都 OK 嘅，因為佢加咗幾多場嘅賽事咁樣 OK 嘅。咁就好過即係好過冇啦，即係。都係嗰句要留言，都係嗰隔離啦，都係喺我 chat room 度留言啦，咁樣歡迎留言，咁都係開個 chat room 咧，就真係一定有，就最好有留下言啦。因為都已經37場，咁其實都冇辦法，因為除咗擴張牧場就真係冇咩啦。因為仲有3場其實續租㗎啦，其實，但係未有組織嘅，其實因為個組織我都未有時間開，所以都覺得就即係未必有住咯，即係睇唔切嘅就可以睇下重溫嘅，咁樣都冇辦法㗎啦，都叫做。即係而家115分啦，南華一句115分，但係又唔知做咩啦。但係贏到1場咯，贏到連贏3場咯，最尾贏到場香港金杯又真係有啲勁下。知但係贏到香港金杯又冇用嘅，都要去有能力先得嘅。咁樣就之後其實都照報㗎啦，咁樣都係其實都係實況 call 碼都係照 call 㗎啦。不過你哋睇唔睇下後話啦，即係不過藍十字咁都有唔抽出睇住咁精英杯、國際杯，我睇下衝唔衝得掉先得。應該有唔掂啦，應該衝唔掂。句啦，全熟期。其實暫話跑唔跑到泥地先，試先。啲暫話跑到喎，8週年跑一跑啦，暫話跑。
續下紫荊啦，抽細啲水會唔會好啲咧？咁又跟住就係咧，超時操一操啦，打去白啦。準備就上咗呢隻就1800千元銅刀，要褪腳，也褪先腳30%水啊！會有啲咩事發生呢？褪腳，哎屌！我褪咗一步，屌黐線！我褪咗隻馬跑1600先，都冇用㗎。真係搞笑，真係。咁又鋪賭下馬啦，咁樣就都係唔賭住先，再晚先賭啦。其實而家呢場其實佢跑國際杯真係想死嘅，不過都截咗紙，嘿嘿。一句，咦？其實就真係縮下1800啦。縮一縮跑個1800跑咩呢？香港經典杯，跑香港經典杯。跑啦，未來錦標都跑得㗎啦，超字全部馬啦，不過都要成11點幾咁都要哇！即係19分鐘我要call晒3場馬，但係冇辦法，因為你始終我冇可能坐喺度成幾個字咁樣係咁拖住嚟講啊，最衰，因為個人好攰啊。咁但係都要講㗎啦，都要。都希望就係話盡量就係講多幾場就幾場啦。因為其實呢隻馬，其實你嗰啲爭話，其實你操一半巴其實都未夠，要操夠差唔多啦，要好似係嘛，即係要操多少少啦。即係你當然自己操爆巴，你又要破產啦，出下賽贏下獎金嚟操咧，就會好過點都好過嗰種操法嘅。即係未出賽又操馬，操死佢咩？真係咁又仲有2場，我先有馬出，咁我都要等多2場啦，冇辦法。因為今日就唔係嘅，今日最主要講下我啲賽事啊。咁又睇啲新嘢啦，咁樣就。就講下其他馬會啲料啦，即係香港賽馬會啲料啦，傾一傾下咁樣。其實玩真實賽馬我玩開，其實我有玩嘅，咁但係你始終真實賽馬又難中啲嘅，啲馬始終係。不過近期睇下先啦。哇！而家霍麗賢，咦？騎師咧就話有隻南非馬王咧，就話揚言會贏呢個嘅冠軍比賽。嗰隻叻 G 嚟，就話南非嘅4場一級賽跑1600到2200咧就好均衡嘅，
就情緒甚佳，容易操起。你唔好講吹水啦，大佬！你吹水還吹水，好似黐線咁樣話肯定勁過服務友。不過講真嗰句，服務友都係有冇料就真係大家都知㗎啦。服務友話晒，大家都知道咩話。咁我冇辦法啦，咁樣真係。就睇睇先啦。咦，有 V 寶馬嚟講咯喎 ，Championships Gallery 都唔知咩話，而家其實我都唔識添。甚至乎都係未，都要睇翻佢來港前名同血統我先知。即係我哋睇翻啲零後期少少講嘅，即係其實都會睇到就係好多咩啦。其實睇翻佢嚟緊啲新血啊，睇下嚟緊啲新血都 V 寶馬有好多隻，有12隻啦，而家嚟咗。其中睇下先嚇，全部都唔係澳洲啊、紐西蘭啲2歲新馬啦，即係都要等到有啲人要操到夏季啊、跑啊咁樣自購新馬。有隻 Hidden Dragon 嘅仔喎 ，Hidden Dragon 又係呢個嘅。Hidden Dragon 係呢個香港嘅單山飛區嘅仔，已經有幾隻 Hidden Dragon 單山飛區嘅仔都嚟香港騎喎，有啲睇下咁究竟得唔得咧，就真係難講啲啦。佢又仲有2分鐘咁樣 call 唔 call 阿馬仔咧，咁樣就即係吹下水先啦，即係2分幾鐘都係。Wanted Holly Rowan and Pryor 都血係都多啊。就嚟緊都多馬啦，多新嘅話題嚟香港，睇下嚟緊未來有咩啦。佢睇翻出產地都係澳洲、英國嗰一個，跟住2隻南非一堆。咦？比瓜隻 T416嘅豪華係咩嚟嘅咧？睇一睇先。T416打比預賽第3 ，OK。Tapis 嘅仔 ，OK。一般般啦，呢隻。仆街，全屏添，真係屌！真係有啲搞笑，我真係要開翻個台睇翻個 chat room，唉，咁冇辦法啦。跟住其實我睇下先，新沙紀念啦，新沙紀念 call 翻我自己出賽嗰啲啦，咁樣都冇咩講下，其實都。跟住落嚟新山紀念賽，咁咧其實都開始講下啦，有馬出啦，開始都有馬出下，咁樣都有得講下嘢啦。
嗱，新山紀念賽咁其實就就睇下而家點樣拆棋啦。俾咩指示佢啦？4個眼，4個咩？我睇下先啊。跑叉包裝到11檔跑叉一開閘就梗係均速下啦，跟住488位均速，跟住直到前。打到去直往前加速啦。咁睇翻賠率啦，1號有紅山茶97倍，2號東海角16倍，3號德國隊長53倍，4號帝王加冕50倍，5號天空5.7倍，6號健康快車54倍，7號4點包裝鬥士4.1倍，8號大雙色10倍，9號卡達勝11倍，10號及時出3.5倍，11號紅位區就65倍，12號嘅閒談就3.7倍。大熱門就係10號嘅合時而出啊，及時而出咁樣就其實睇翻個賽績咧，咁10號就真係真勝分子，咁17號嘅評價真失信準，此情準成啊！咁我哋呢場點樣買咧？咁3號就要啦，3號1號啦，1號3號7號1357。咁好啦，新山月紀念賽隨時俾步，幾步啊！首先彈出嚟咧，紅山茶就相當之快嘅，咁就北國隊長已經咧開始逃咗出嚟啦，跟住就帝王加冕啊，健康快車，然之後就及時而出啊，紅山茶，跟住紅位區啊，大上色，跟住包裝鬥士，然之後就係咧呢一個嘅閒談啊，卡達勝，咁包晒落尾嚟嘅就係天空啊，距離頭馬6-7個馬位左右嘅。而家跑到咧，仲有而家跑600米啊！而家前面就北國隊長啦，跟住又健康快車，跟住又帝王加冕啊，然之後及時而出紅山茶，跟住落嚟就包裝鬥士紅位區，然之後大上色，跟住咧就東海角啊閒談，然之後咧就係卡達勝包晒尾落嚟咧就係天空嘅。而家好啦，準備進入去600米嘅時候，仍然都係咧呢個嘅冇變喎，位置都係北國隊長啦，健康快車帝王加冕及時而出嘅。咁你而家做咗600米段柱啦，開始隻馬波勾緊嘅咧就係帝王加冕，咁第一隻上緊嚟衝緊嚟咧就係追緊上嚟就係呢一個啊，及時而出啊，大內檔仲有隻咩紅山茶亦都已經喺內檔衝緊出嚟啦，有隻外檔馬7號啦，亦都喺呢個外檔殺緊出嚟就係呢個包裝鬥士，而家紅山茶就鬥緊及時而出，北國隊長亦都喺外檔啦，紅山茶應該攞隻第2，及時而出。呢場就係夠跟嘅，入到第2出嚟，跑第1名及時而出就獨贏派3.35蚊，位置1.01。2號第2名紅山茶，屌你老母真係24倍啊！位置真係屌老母啊！真係連贏位10搭1派980蚊，黐孖筋嘅，簡直就係、是。位置 Q 都派成30倍，1搭7就派34倍，340蚊。咁我買咗幾多注咧？我撲你個街啫，98倍買第1注，屌你老味真係粗口都嚟撚鳩埋，真係。咁啊，跟住又香港經典例賽啦。即係唔使買㗎啦，其實都係。即係叫你見懶就以後就好似 Star Horse 咁樣見懶你又倒出嚟，咁就唔使諗咁多嘢㗎啦，唉。咁唔撚講，唔使講啊！唉，直情開閘啦，去片。起步手
首先彈出嚟咧，步步有相當之快，跟住有嚟咧就係閃亮加州啊，步步有百事多利黎茲帶來吉利月嶺雲霞，跟住咧又係步步有喎，仍然跟住咧就係呢個嘅黎茲，跟住睇下先，月影雲霞花月春風，咁就追蹤咧又跑晒喺尾嘅，同金寶一頭差齊死霸位擺左右啊！而家前面閃亮加州，跟住步步有百事多利鳥語花香黎茲帶來吉利，跟住月影雲霞，然之後咧就係步步有啊，跟住就綠兒啊、花月春風啊、金寶兒包晒落尾啊追蹤嘅，佢嚟都成幾飄10幾個馬位左右啦。好啦，着直路，前面而家閃亮加州第一隻突走位，而家第一隻追上嚟有步步有同步步有，跟住外檔仲有隻黎茲喺外檔殺緊上嚟，咁仲有一大外檔殺緊上嚟隻綠兒。而家咧就係步步有鬥緊呢個綠兒啊，步步有單打獨秀賽色優想就掟低呢場賽事，黎茲應該攞到一席第2、第3嘅名，應該喺呢度嘅綠兒啊。步步有單打獨鬥，賽色優秀，真係考得好精彩。黎茲跑第2，綠兒跑第3，撲街啊！熱 Q 到啊！呢場密通次輪挑戰賽嘅1號勝利飛鷹11倍，2號精靈素兒5.3倍，3號密州演曲5.54倍，4號問責3.9倍，5號命運之時48倍，6號夢幻舞台89倍，7號有性格就5.2倍，8號共創美好31倍，9號加泰隆尼113倍，10號包裝博士就18倍，11號就係森林寶月就6.2倍，12號飛鷹茶就5.5倍。咁嗱。唔好話真係講咩啦，會場真係屌你，真係咪撚講咁多啫？唔好講咁多廢話啫！真係要搏鳩去 PO 咧，嗰啲真係唔好講咁柒多啦，隊鳩爆晒啲大冷門，唔係撚講咁撚多，真係唔係想講粗口鬧嘅，真係。即係唔數話講唔講粗口嗱，係講真係講粗口火都嚟撚埋，真係講真。眼中㗎啦，係人都知，懟晒佢先。真係冇得咁多嘅，真係。好，準備而家啦，出跑道啦。咁跟住下一場就8週年短途杯。咁呢場都係快講少少啦，因為盡快講完啦，入直路啦，好快都會。因為下一場就精彩啦，8週年短途杯，因為我哋淨係盡快講咗入直路，咁跟住完。好啦。好，咁啊隨時備起步啦！密通次輪挑戰賽隨時不過回飛，一起步首先咧彈出嚟精靈素兒就相當之快嘅，咁飛鷹茶序咁唔慢嘅，咁中間密州怨曲咧開始進駐第2位置啊，然之後咧就係有呢個嘅問責啊，跟住咧就係呢個嘅有性格包裝博士共創美好，跟住加泰隆尼，然之後後面就少少就係森林寶月啊命運之時，咁包晒落尾咧就勝利飛鷹嘅，咁又仲有咁啊好啦，最後400米前面，首先第一隻突咗嚟就精靈素兒突咗出嚟，咁就跟住問責就第一隻上嚟追緊佢，咁中間仲有呢個，咁中間仲有呢個有性格亦都係外檔殺緊上嚟，仲有隻飛鷹茶咗喺外檔亦都喺度飛殺水啦，咁啊大外檔仲有隻森林寶月隊啦跟上嚟，森林寶月追唔追到？森林寶月應該追唔到啦，而家睇個頭就係有性格，咁跑第2名。睇嚟都唔係森林寶月，精靈素兒第2，有性格
真係單打獨鬥真係有啲。哇！聖道嘅道滿來道彭至道明格3條騎師撚真係。交8週年紀念端圖杯。1號鳥語花香4.7倍，2號富林特運33倍，3號情深意重4.5倍，4號嘅崇山寶一5.7倍，5號白金礦22倍，6號一隨定音15倍，7號奧飛星蟲就72倍，8號吉兆26倍，9號多特別任務就10倍，10號嘅多樂星17.6倍，11號醒目名區6.2倍，12號嘅讚華10倍。咁就梗係讚華啦，買重少少喎，今日就好明顯你想爆喎，好明顯而家係買咁撚重，你唔撚拆嘅話，你真係買咁重就係要買重少少。真係好撚興嘅而家，又唔撚中，真係你想場場搣飛都似嘅。你真係想場場搣飛嘅真係，又唔想搣飛都唔得㗎啦。咁跟住都係搣飛，搣下飛啊飛啊搣。不過今日真係有人死咗啦，冇辦法。即係我哋都唔知㗎啦。即係其實播咗唔緊要，出咗街喺 YouTube 度有重溫，咁 YouTube 嗰個可以再重溫翻嘅。即係你哋中意嘅可以 YouTube 重溫又得，喺呢度睇翻直播又得，睇直播係最開心嘅。咁講埋之後，其實我想講一講隻新嘅，即係嗰時其實 JHK 嗰陣時就特登登大會啊嘛，瞓嘅，咁就都係講一講嘅。我陣間睇下包晒版，睇下玩唔玩到先。玩到嘅我就開始做一做 live。好，8週年紀念端圖杯隨時播。首先起步彈出嚟一隨定音啊，崇山寶一咧就相當快嘅。嗰個讚話喺外檔啊。然之後就一隨定音啊，奧飛星蟲啊，鳥語花香多樂星，跟住落嚟就吉兆啊，白金礦，然之後富林特運啊，情深意重，嗰個醒目名區，跟住包晒尾有特別任務嘅。好啦，已經過咗，仲有600米啊！而家崇山寶一咧，慢慢咁樣帶咗出嚟。咁跟住落嚟就讚話啊，鳥語花香仍然都係咧呢個嘅富林特運即係隨定音。好啦，最後400米，而家係前面都係大咗出嚟，係崇山寶一嘅。嗰個富林讚話做第一隻上緊嚟，所以就稱啦，就係鳥語花香。而家最後200米睇下讚話頂唔頂得住啦？讚話已經好似頂緊㗎啦，睇下最後100米。而家吉兆屌你衝出嚟啊！吉兆正同呢個情深意重有嘅吉兆，屌你黐孖筋有爆冷，吉兆黐線，情深意重38倍條 Q。冇用啦，唔係爆大冷，黐線真係不過樣，不過真係要屌撚到仆街真係。哦咁樣就咦？哦係受咯喎，咁就好玩啊！而家呢鋪，唉。就開始要入馬啦，真係用晒啦啲馬匹。咁唔係㗎啦，咁樣就入20間馬房㗎啦，反正都係玩大佢啦，一路通 take over target。入晒去啦，唉！
Shadow Gate。不過唔係咩啦，咁樣而家就真係到咗呢個 timing 咧，真係除咗真係賭操馬玩馬，就真係唔知講咩好。又跟住天鵝錦標又冇馬報啦，天鵝錦標，不過要入多幾隻馬啦。唔入多幾隻馬咧就唔得嘅。入多幾隻，入晒佢，唔好諗咁多嘢，咁就差唔多啦。儲埋，記得儲夠30，同埋呢個30鑽石，跟住你先擴張你個馬房。咁你跟住你唔好諗住就係話你擴張完個馬房就嗱使鳩晒啲鑽石咁戇居嘅嘢咋。咁你係慢慢咁使，咁咪梗係唔會一次過叫你掃晒啲鑽石去啦。你掃晒啲鑽石你又冇馬抽，你係等佢慢慢嚟。即係你儲夠30，你做定點先？你做定本先，即係你打定個底。咁你其實鑽石可以慢慢加嘅，咁你其實可以慢慢嚟嘅。咁你其實你買馬，即係你而家可以其實我可以買2隻，又或者可以抽下馬。不過我建議你就唔好亂咁抽住啦，因為你扣入10匹又有隻5星馬。咁其實佢每日你只要贏到3場，亦都送馬俾你，咁你唔需要擔心係冇馬用。你都冇辦法啦，係咁操，係咁懟翻晒，懟翻晒出嚟咯，咁樣係咁懟咯。咁嗱，你睇下啲馬嗱，呢隻其實中咗獎㗎啦，起多型。其實你條6巴你夠長夠一半，你都叫中獎。你6巴過一半，你藍紅巴係咪都會爆啊？你6巴其實過一半都叫中咗啦，即係叫階段性嘅嘢，階段性啦。6巴開到6巴，開到一半就夠啦。其實即係你開唔到一半嘅都冇辦法。咁就係啦，咁樣就咁我其實都要操一操下啲馬先得㗎啦，因為其實都要操一操馬啦。咁樣呢個時候都係嗰句啦，中意睇嘅支持下。可以睇下重溫啊！可以過嚟睇一睇重溫㗎。咁就睇下其他嘢啦。咁樣我而家咦？咁就都係操霸啦，都係。咁其實講翻有啲嘢，即係可能或者要，睇下先啊。
跟住其實操一操咯，即係全部都係嗱新馬買翻嚟就全部操下咯。バンダイナムコオンラインガンダムジオラマフロント。咁其實嗱，我稍後咁樣就做完呢次先啦。咁我其實會停一停，咁做翻一隻另外一隻，大家其實係想玩，但係玩唔到，因為機能問題同埋個日文同埋個即係有啲問，即係佢本身係再加埋 VPN 先玩到嘅一隻 game， Gundam Diorama 分即係跟林續錄啦。其實我早排都講過，其實 JapHK 早排都介紹過，咁不過就冇咩人玩到。咁而家我哋試一試，咁我稍後會再做翻嘅。咁就暫時即係開台，咁即係稍後你等多陣間，唔好行開，打翻一分。